據大馬民申報記者所講，喺檳城東邊一個平民社區當中，有一座八神壇，能夠跳銅嘅師傅多達10多位。以往詭異攝製隊探訪嘅廟宇或者神壇，所遇見嘅師傅都係比較年長。而據講，呢個神壇嘅大師傅原來只係得22歲，但係經已擁有高強嘅跳銅法力，聲稱任何鬼神都可以請上嚟。當詭異攝製隊到達八神壇之後，就已經見到一位年約20幾歲嘅後生仔跳緊銅，期間亦都引嚟好多村民嘅圍觀。咩暈咗？係嗰個銅離開咗個身體，離開咗。過咗一陣，剛才啱啱退銅嘅小師傅再次作法跳銅，請得陰神白無常附身，之後仲從我哋嘅攝製隊當中帶走咗其中一位成員阿啤。白無常帶咗阿 Ben 行到馬路中心就停低咗，期間一直念念有詞，更吩咐幾位廟祝為佢準備法器。師傅點解佢要開遮嘅？通常我開車咧遮住啲陰，啲陰靈會聚埋嗰個地方跟住。哦。所以叫你哋千祈唔好夜晚執啲遮，或者特別執啲遮，啲煙靈咧，陰靈好中意匿喺嗰度。呢個就不能跟住咯，跟住佢行，跟住你行。呢個大伯公咧就帶路嘅，咁另外有元帥啦，我睇一家仲有陸續，另外有其他啲神指導嘅，我睇佢應該係做緊啲超度啊，或者係做緊咁嘅儀式嚟嘅。所以一定要咁多個師傅同親一齊去做。係啦，通常嚟嘅一定係咁啦，佢都係大法事嚟嘅，一定係大法事。喺大伯爺白無常帶領之下，壇內其他嘅小師傅都陸續跳銅加入，而眾多嘅村民以及路人都相繼走入人龍嘅當中，人數有增無減。大家都唔知道會行幾遠，同埋目的地會喺邊度。由於人數嘅眾多，更加引嚟大批嘅警員到場維持秩序，情況就好似大型嘅節慶巡遊一樣。我哋而家行咗好耐啦，跟住喺條街度，有咩法事要大型到咁樣咧？佢行咧應該走去一啲十字路口，可能或者係意外現場咁樣啊！我睇佢應該係咁樣。突然間，其中一位童生好似有所啟示。白無常突然喺公路旁邊作法，進行法事。
先我聽到佢哋話咧，呢度起公路嘅時候咧已經死咗好多人，咁跟住咧之後咧一直嚟就公路起好啦，都有好多車禍發生。咁我正話都問過佢，其他人講呢度原來好多交通意外咧，佢哋今日喺度制嘅，咁啊制一啲冤力，等呢度冇咁多意外咁樣。其實做緊善事㗎。其後發現大伯爺白無常帶阿 Ben 嚟到呢度，原來係想佢幫忙召喚因為交通意外而枉死嘅亡魂，進行超度嘅儀式。期間，阿 Ben 仲感應到靈體。見唔到嗰有影，見唔到但係有影。哇！你一路咯，有會招嚟啦，可以勁啲冷啦，一大一小。有影喎，有影喎。你頭先試嘅時候有咩感覺？有影。點解有影？但係唔係光。唔係光。唔係光係影。影有影。但係你見唔見得靈體咧？有個人影嘅。係有啲影啊！你前面咁樣。一樣㗎。一半。講喺度嚇。所以你話呢度係墳地。哦，原底係墳地。原底係墳地嚟嘅。而家嗰個我哋叫個大伯爺啦，大伯爺話佢嘅鬼頭已經走咗㗎啦。有我哋好似呢度嘅魂啊，我哋要超度幾多就幾多咯。超度唔晒啊，有嘅都唔會接受㗎。做得幾多今日。據小師傅所講，呢條公路每2個月就會發生一次交通意外，好多都係因為酒後駕駛所引致。有部分人因為臨死嗰一刻仍然喺酒醉之中，所以佢哋嘅亡靈有機會未知道自己已經去世，靈魂一直徘徊喺呢條公路之上，要將佢哋一次過超度係比較困難。喺法事將近完成嘅時候，突然間有一個男人走出路中心，行為異常。起初我哋仲以為佢同樣進行作法跳動，後來司徒師傅同我哋講，原來佢係俾靈體入侵。經過白無常作過法之後，被鬼上身嘅男人終於醒返，但係佢就感到全身軟弱無力。其後據司徒師傅所講，神壇裏邊嘅所有小師傅原來都係害士出身，但凡呢個時辰誕生嘅人都具有通靈嘅天賦，最容易同鬼神溝通，所以超度亡魂可能就係佢哋嘅天職。